大家好，我係 Slash K。咁咧而家市道唔好啦，就好多朋友都會去考慮係咪要自己搞啲嘢啊，做啲副業啊咁。咁但係好多時咧都淨係腦內實現嘅啫喎，一步都冇踏出過喎。咁又或者有陣時都開咗個頭啦，但係又冇方向繼續落去。其實我以前都係咁嘅。咁我自己總結咧，主要係有3個最重要嘅問題嘅。第一咧就係個目標問題，一係咧你就冇目標，一係咧你個目標咧就實在太大啦。第二咧就係你冇規劃啊。第三咧就係你問得太多人意見啊。咁我覺得咧要成功咧就離唔開2個主要因素嘅啫。第一就係目標，第二就係時間管理。咁個目標咧就係你要認清你做呢一件事嘅目的到底係啲咩。咁就唔該你撫心自問啊，其實你係想得到啲咩呢？我見好多人咧成日都會用興趣去包裝嘅，即係話我為興趣啊咁樣。嗱，我就只能夠咁講，為興趣咧你係可以直接去上興趣班啦，或者你係可以唔賺錢啦，係啦。咁但係當你要自己持之以恆，有動力咁樣去堅持咧，你就不妨坦坦白白同自己講，其實我真係想賺錢嘅。OK， 咁另外咧就係時間管理啦，有規劃咁樣去定好自己每一日或者每個月要完成嘅目標，而且落實執行。咁樣咧係要將一啲執行細節好清楚咁樣列出嚟，而且持之以恆咁樣去做。咁你好快咧就可以分析到自己有邊啲要再做多啲，邊啲嘢咧可以省卻咗佢，咁先至會有機會咧得到你想要嘅目標嘅。咁重複性嘅行動咧，比起你左試右試咧，其實個效果往往係更加大。咁呢啲咧，其實就係我自己經歷咗呢幾個月做 Slasher 嘅少少心得啦。咁我自問覺得自己都做得非常之滿意㗎啦。咁我唔係淨係講緊個結果啊，而係我真係好實在咁樣咧去訂立同埋實踐每一日要做嘅嘢。其實有陣時咧就係咁簡單嘅啫。如果大家依一刻覺得有啲迷茫嘅話咧，其實係可以簡單啲，定翻好個目標先，同埋咧做翻每日應該要做嘅規劃，慢慢咧你就會睇到你想要嘅結果發生㗎啦。